主后2023年9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行善的智慧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。恁中间什么人有智慧、有见识？若有，就用谦卑甲智慧，通过家己的好品行表现出来。恁心内若有恶毒、嫉妒甲自私，就毋通开口讲白贼抵触真理。即款智慧毋是对天顶来的，是属地上、属血气、属魔鬼。因为有嫉妒甲自私，就有混乱甲逐项歹行为。对顶面来的智慧，头一项是纯洁，过来是和平、温和、有度量，充满慈悲、熬结好果子，无偏私、无虚假。公义是促进和平的人，用和平也会政治所结的果子。行善的智慧。一般人认为，拥有智慧就有能力得到学识，互家己熬交通，得到财富、名声，甲智慧当作得到学经历、功成名就和财富的工具。不过，圣经强调的却无共，明白指出，认捌上帝才是智慧的开端。真正认捌上帝的人，会用谦卑敬虔的心来活出美好的生命。简单讲，有美好行为的善果，才算是真正认捌上帝。拄亲像保罗讲的，因为咱是上帝创造的，伊通过基督耶稣创造咱，互咱通做伊早就准备爱咱做的好事。关于行善，首先动机真重要。动机若无纯正，本质和效果就会差真济。施予者无应该存着做功德，还是鄙视接受者的想法。伫施予的时，态度应当温和谦卑，毋是掠做家己比人较高尚。再者，行善爱有智慧，疼心的付出也需要智慧，因为人的心开闸，咱生活伫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，若失去判断力和警觉心，疼心可能是盲目的。咱毋愿疼心遭受滥用，因为这对施者甲受者拢无利益。疼心的行动需要有智慧和见识，若一味施予付出，却无注意伊的用途，恐惊会沦为对方坠落的方向。咱应该确切知影求助者的需要，除了施予金钱，搁还通透过转介辅导、协助自立更生等多重管道，带予因实质的帮助。咱爱善用资源，踮搁较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，避免甲宝贵资源浪费伫不法之徒身上。所以，疼心的施予付出需要谨慎，有智慧和见识，查验事实，才搁再施予适切的帮助。基督徒爱诚做顺良的粉鸟，也爱深思熟虑，亲像灵巧的蛇，伫行善中享受喜乐，搁领受上帝的赐福。不过，有真侪经验甲咱讲，有的人会利用基督徒的良善甲疼心
行诈骗之实。这也互咱面对别人需要诶时，加一层疑虑：我诶疼心是毋是受人利用？伫即个世界，的确因为社恶泛滥，互真侪人诶疼心渐渐冷淡。要施予还是莫施予，常常陷入伫两难。检采我所牧养诶教会建筑物真醒目，因为安尼常常会拄到登门求助诶人。拄呾开始，我会对来者加问寡话，到伊露出破绽，就断然拒绝施惠。后来因为深惊拒绝到真正有需要诶人，规气只有清楚来访者诶意思，就用祝福诶心送几百箍红包。其实我也清楚，多数情况下我是受骗诶，未免感觉挫折，也是感觉家己真戆。毋过我并无改变行善诶初衷，毋愿互魔鬼破坏我诶行善之心。人诶智慧、经验甲见识有限，实在无法度全然防范有心人士诶蓄意诈骗。总是伫信息有限、无法度分辨真假诶情况下，我容许家己受骗，就单纯用疼心付出，持续行善，以免辜负着良心。默想，求上主赐我敏锐诶疼心，有聪明甲智慧诶分辨力，伫真正需要帮补诶人身上付出实际诶帮赞。求上主赐我敏锐诶疼心，有聪明甲智慧诶分辨力，伫真正需要帮补诶人身上付出实际诶帮赞。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当求助者出现的时，我愿意尽一己之力分享恩典。求你赐我乐意分享的心，成做别人的天使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